祝大家平安。咱平安心，大家来敬拜上帝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伫你的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；伫你的正边，我有永远的快乐。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135首，圣诗135首，救主愿你做我牧者，我拢我互你扶持，带到草埔互我邻者，陪伴油条来保庇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圣诗135，来起立，大家来吟。救主
咱永远徛伫三个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新的界面伫圣诗头前12页。新的界面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界是专有法，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。恁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掀开圣诗后面启文第一，启文第一999页。启文第一，咱三个来启用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。恁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主上。我今仔日命令恁这话着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。着写伫厝的门厅，咱同心合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父愿你的名圣，感谢主的赐福甲眷顾，互阮大家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阮有满满的欢喜，伫你的正边，阮有永远的快乐。所以，阮心欢喜，阮的心快乐。伫即时，每年的228和平纪念日，国家政府各界用无相款的来纪念，求主安慰受难者家属因艰苦无比的心，擦去因永远袂干的目屎，也互国民百姓大家珍惜、重视即个和平。甲着转型正义的价值，共同努力，互历史的伤痕会当成做社会进步的力量。亲爱主，我为着政治人物祈祷，求主互因无为着家己的利益、偏见、国家的认同来出卖一侪人对因的交托，互因有一个敬业、疼乡土、爱人民来服务。搁较幸福伫主上帝审判的面，行公义、护人民，用谦卑的心，甲主同行。亲爱主，阮也为着阮家己来反省祈祷，互阮明白为虾米伫我期待家己伫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价值。阮无愿意白白领受主你的恩典。却双手空空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用主你所赏赐阮逐人的分数，活出灿烂的人生，用阮的生命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。感谢主，当阮谦卑安静伫主你的面前，领受主你通过牧师所传扬的信息，求主赐福讲的、听的，白白得到帮助。愿阮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。愿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，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赞美请生活。
咱感谢有用之士用伊水的歌声带咱来学乐，讲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以弗所书5章21节到6章4节。以弗所书5章21节到6章4节，好啊本是273到74，汉语本是222到23，现代是300。以弗所书5章21节，咱来看，我来读。着敬畏基督来相顺服，做妇人人的，着顺服家己的丈夫，亲像顺服主一样。因为丈夫做妇人人的头，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，也家己做全体的救主。总是教会会顺服基督，妇人人凡事也着安尼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，恁着疼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，也替伊献家己，要互伊成圣，是用水的洗甲道理来清洗伊，要将伊献互家己，做阳光的教会，无点无了面，迄款拢无。就是圣无瑕疵，安尼丈夫着疼伊的妇人人，亲像家己的身体。疼家己的妇人人，就是疼家己，因为袂捌有人怨恨家己的身躯，就是养持伊、保守伊，亲像基督的款待教会。30节，因为咱就是伊身躯的百体。因为安尼，人要离开爸母，结连伊的某，因两个要成做一体。这个奥妙大，我讲伊来自教会，基督甲教会，总是恁人虽然着疼伊的妇人人，亲像家己，也妇人人着敬畏伊的丈夫。第章第1节。做囝儿的，恁踮伫主，着顺从恁的父母，因为这是应该的，着尊敬你的父母。这是头一条有甲应允的戒，要互恁行通，长岁守伫世间。做老爸的，恁毋通激囝儿的受气，独着用主的境界来教训、来培养因。以上原做的话，诚侪咱的帮赞。讲到今早起，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好的投资，亲人甲朋友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咱讲到上好的投资，咱一世人上好的投资，咱连续4个主日，咱到伫最后，咱就讲到咱一世人上好的投资，其实就是投资的关系，尤其是咱的亲人甲咱的朋友。我会记即学校当啊毕业20外岁，常常拢有一种感受，有个人靠背景。也是讲后台种的，所以咧工作顶面会比较一开始真顺利，
但是20几岁人的时阵，可能有时阵看别人较优秀，就伫遐讲啊，因为伊背景安怎，因为伊后代真硬安怎。但是渐渐，即马已经20几岁的一辈，当然甲咱在座真侪兄弟比佫真少年，但是真正有一种体会。咱看咱遐个优秀的同事，也是咱才会伫社会上好亲像正人看到是有成就，社会世俗看做有成就，才会咱的无论朋友也是同学。无错，咱少年的时阵感觉伊真有背景，关系真好，出身背景。家世安怎？伊的爸母过去安怎替伊安排？但是渐渐发现，你看遮个人，伊一定开比咱搁较侪的精神，伫经营人际关系。莫怪因伫社会上，互人看做是成功一族。咱少年的时阵毋知，敢若伫遐好亲像小可怨妒，但是慢慢发现着经营人际关系，竟然比家己的能力好歹，常常是搁较重要。我想咱在座真侪拢年岁比牧师搁较大，社会经验啦搁较侪。应该拢感受会到即点，可能咱在座也开始会安尼，教育咱的后辈，经营人际关系常常比你自认家己能力好歹搁较重要。而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阿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愿用感恩的心组织。伫你的殿，愿同心敬拜你；愿也用谦卑恭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。同时，阮也要开阮的心门，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，阮邀请主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，互阮透过圣经信息的分享，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。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。愿咱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对于咱基督徒来讲，其实不只是基督徒，对任何的人来讲，其中一个一世人上重要的投资。就是咱家己的家庭以及人际关系。当然，在咱所做伙读的圣经经节，伊有所书5章21节到6章4节，尤其是22节5章22节到第33节，常常互一寡基督徒。用伫遐来支持所谓的家庭价值，但是煞变成合理化男尊女卑、男尊女卑即款无合时宜的传统观念，甚至有的教会青年参加婚礼，若听到牧师伫婚礼的讲道用。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3节，选择这段经文来婚礼中间讲道，真侪教会的女青年拢伫遐受气，尤其才会受到女权运动所影响的新的一辈的女性的基督徒，拢感觉讲教会传统所教的迄款。太太就爱顺服，当然后壁
保罗明明有讲，丈夫爱听太太，但是咧，常常讲道，煞拢焦点伫顺服。递到一寡女青年，教会的女青年对这段经文非常的感冒。但是咱嘛莫否认，使徒保罗所传的这段信息，点出规个咱基督徒家庭生活，甲咱的人际关系中间非常重要的物件伫中间。一开始，咱爱知影，以弗所书5章21节中间，讲到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，也是讲较清楚，彼此顺服。这是保罗是教导咱基督徒拢爱做的，彼此顺服，三顺服。希望他所没内，但是咱爱知影哦，保罗伊是犹太人对无？保罗迄个时代的犹太人日常生活讲的是阿兰文，伊用阿兰文伫遐彼此沟通。但是写作，尤其是写这个重要批信的时阵，较用希腊文来写，就亲像咱在座真侪人拢会晓英文。咱写英文，咱遵照英文的文法，写标准的英文字。但是咱头壳内底想的是啥物？想的是咱家己的母语。也是有一寡台湾人讲日本话，常常也会创毋着。为虾物？因为咱用台湾人的头壳讲日本话。也是听日本话，看到日本字、日文，咱用台湾人的迄个了解来读日文，递到会产生真大的误会。这会晓日本话的人拢知影，真侪台湾人看日文的汉字，煞误会迄个意思。保罗迄个时代犹太人嘛共款。无拄拄是误会，但是因头壳内底想的是用因日常生活的阿兰文去想，所以当保罗写着讲，咱基督徒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，但是伫阿兰文的文字内底无即个互相彼此顺服的即个字，较接近的一个字。就是真侪学者所认为，保罗其实迄讲的彼此顺服，较要表达的是彼此来服侍、彼此来服务，较对、较具体。彼此顺服、甲彼此服侍、彼此服务、服侍，这其实这文字中间就有一寡差别啊。咱讲到顺服，有一个阶级的观念对无？军官叫阿兵哥做行东就爱行东，行西就爱行西。阿兵哥有个白目的阿兵哥讲：“班长为什么要这样子？”班长说什么？我说做就做啦，我是班长，你是阿兵哥，这叫做阶级无共款，你要顺服我，这是有阶级的无共款。但是咱若了解彼此服侍、彼此服务的时阵，这是大家徛伫平等来互相对待，这就有真大的无相款啦。过来。咱用安尼了解，就是当保罗用妇人人服侍丈夫来做例，这是要互保罗迄当阵的读者来明白，就是基督徒生活的非常重要伊的一个特质，就是服务，
咱活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其实是服务。无论是咱了解是服侍、服务，也是替别人做代志，也是伫一项代志的中间，咱付出咱的心力，这拢是服务。所以有一个标语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真有可能，这个标语发明的人，伊又是有基督信仰的哦。当然，拄则讲着讲，即个以前迄个专制的时代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可能会有一个阶级观念啦，你们就要做，你们就要做，然后呢，阮坐伫边仔翘脚捏喙鬚，当然迄是另外一项事。但是对伫保罗讲，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，咱也用保罗所使用日常生活的阿兰文来理解，就是伫敬畏基督的中间，咱爱三服务。这较是保罗，真有可能是保罗要传达的生活的重要一项代志，就是服务。其实讲到服务，讲到顺服、服侍的一个模范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是咱基督徒生活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模范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。圣囝耶稣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，忍承受着十字架的刑罚。这叫做顺服，因为有行动，是带了行动的，是一个有行动的一款的表现。所以耶稣教导门徒，讲到耶稣家己，耶稣讲，因为人子来，毋是要受人服侍，是要服侍人。这就是圣囝耶稣予咱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模范，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、三服侍。各位兄弟，耶稣搁进一步，爱门徒，也就是爱咱基督徒，照伊的方式来服侍人。耶稣差遣门徒，差遣咱基督徒，爱服务咱四周围的人，爱服侍咱的厝边。因为耶稣安怎讲？我实在甲恁讲，才会使恁若做伫我遮的兄弟中间上微细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做伫我身上；做伫咱至微细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做伫耶稣的身上。这是互咱讲，咱莫嫌代志真细项，咱莫嫌讲即项代志，别人看可能真无啥物特别，咱就歪做。所以咱做人的翁婿，咱做人的负责人，甚至咱做人的兄弟也是姊妹。也是做人的侍世，也是做人的长辈，咱敢有将真细项、真平常的代志，开车接送，做暗顿、中昼顿，做一寡摒厝内的代志，
咱也将这真心中来看做是服侍上帝。咱敢有将这个细项的代志，也看做是伫服侍上帝。咱莫看讲即个马太福音25章40节，即个咱可能听真几百遍、几千遍，听几若10冬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你遮个事，你记若做伫我兄弟中间上微细的一个心上，是做伫我心上。你敢知影即几十冬，伫东部开始，开始愈来愈大的主祭，主祭就照用即句话，对无？来发展因的算做因的迄个学说，你敢知？所以因用即句话改做啥物？菩萨，你敢有听过主祭安怎迄宣讲？因就将即句话。做伫善车人的心上，做伫遮个艰苦人的心上，就是做伫菩萨身上。其实佛教以前无教即套，迄是因为接触到基督教，所以开始宣传即个概念。但是主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已经。教咱基督徒爱安尼做，爱用即款心态来彼此相服侍，彼此相服侍。所以咱基督徒，咱搁较爱用咱的行动来见证马太福音25章40节，甚至对待咱的亲人朋友，咱大声。来做即个见证，咱爱知影，无论是开车接送咱的亲人，也是有时阵朋友有需要，咱做即款人看做细项的代志，也是咱煮三顿，为着咱的亲人煮三顿。也是咱伫厝内为着咱的亲人来拼厝内，才会人看做微细的代志。其实这个事，就是咱迄投资咱家己的家庭，甲咱的人际关系。朋友有困难，其实咱会当真简单就会当帮衬着。但是咱以前看这无啥物，但是咱既然读到马太福音25章40节，耶稣所教，咱兄弟中间上微细的一个，就是上需要的迄个时阵，其实这就是咱主题迄讲的，投资咱家己的家庭，投资伫咱的人际关系。这拢是为着咱的人际关系会当愈来愈好，这也是要表现出咱基督徒彼此相服侍的态度，甲具体的行动。所以，就算是一个咱真心出对咱内心的笑容。也是咱愿意，咱点点听别人喺讲啥物，也是咱愿意出帮助人的双手，咱愿意出咱的两支脚，替咱边仔的人加走一里路。这拢会当反映出上帝的慈悲疼痛，甲咱同在。多走一里路，会记这是几当前某一个团体的口号。多走一里路，
啥物叫多走一里路？医生看病看患者，若讲入来问讲你倒位无爽快，然后听伊的心跳，听伊的腹肚，看伊的即个吼，喙拍开看安尼，啊耳仔看一下，目睭看一下，然后讲好开药啊，手外面转。这是平常的医生做的。但是多走一里路是啥物？有的医生会察言观色，佫会加减问讲，你还有其他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哎，问讲你最近睡得好吗？吃得好吗？普普好吗？哦，普普有顺吗？这叫做多走一里路啦。咱基督徒既然领受主耶稣基督所教咱的即款服务的态度，甲咱爱用服务的行动见证天父的疼，咱敢愿意多对人多走一里路。其实总讲，疼心，这就是使徒保罗所爱报咱知的。咱伫家己的家庭，咱的对待咱的亲人，甲咱的朋友，才会人际关系中间，第二项上重要的代志，疼。所以保罗用做丈夫的爱疼妇人人做例，是爱所有的基督徒拢爱安尼来行，爱用基督疼教会做模范，因为基督主耶稣归基督，为着疼世间人，是愿意牺牲性命。是愿意牺牲性命，所以过去拢强调，就是读即个《以弗所书》5章22节到33节，拢焦点伫顺服，做妇人人的爱顺服丈夫，但是其实这也是有牧师是。报咱查甫的基督徒，做人丈夫的基督徒爱注意。你听到这段，莫想讲哦，太太就顺服我，哇，安尼我伫厝里就爽快啊。无啦，爱疼妇人人，疼太太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，然后主耶稣基督为着疼。伊是顶十字架死，伊是受刑罚、受痛苦，到伫死。这做人先生的听着这段，应该骹皮皮喘较着。这是性命的付出，但是当然这有小可是较夸张。但是这强调的就是疼，即款的疼。的模范就是基督疼教会的疼，即种疼的模范，竟然是爱牺牲到底，甚至牺牲性命的疼。但是重点就是讲到服侍，讲到顺服、服侍，这甲疼是袂当分开的。勉强来做的服侍，绝对无办法亲像出对疼所做的服侍安尼，会当有改变性命的气力。勉强来做的服侍，拢是欠一个上重要的物件，因为毋是对伫
疼来有即个动力，所以服侍爱出对疼，基督疼咱，咱用疼心的行动回应上帝的疼。即款的服侍，才是会当真正改变人的生命，才是有改变的气力的疼。疼搁较重要，是疼才会当真正互人会当持续坚持到底。只有疼会当互人愿意服侍到底。无论伫过程的中间有偌大的辛苦、偌大的挑战，甚至爱经历着众人暂时的误会，只有疼，才有可能会当安尼。所以有时阵咱伫教会内底，难免会听到。有兄弟姊妹会讲我做到流汗，互人嫌到流烂，我不干了。有时阵，加减会听到，实际上，若用主耶稣基督的模范，主耶稣基督出对疼，伊甚至互伊所疼。的温度出卖，互伊所疼的百姓，伫受难前伫遐化工定义十字架，但是主耶稣基督，伊行到底，这叫做持续坚持到底的服侍。其实这动力就是疼，就是疼。有时阵咱若用亲情来思考，可能会真好来了解。这个鲁易士的4种爱内底，伊就有提起，其实亲情啦，亲情。是咱人世间的疼中间，甲上帝的疼，其实上接近的。尤其是即款血缘、血缘的疼啦，就是士大人对待囝儿，囝儿对待士大人，尤其是士大人对待囝儿，所以。鲁易士伊伫4种爱这本册，伊讲的例就是亲情是世间世俗的疼中间，唯一会当超越阶级的，就是超越阶级、超越世俗所看的即个差别的。所以可能一个。后生也是查某囝，是博士，但是伊的父母可能无受过教育，但是亲情，互即款的关系，袂因为知识水准的差别就会改变。后生永远是后生，查某囝永远是查某囝，父母永远是父母，这叫做亲情。袂因为讲大家好朋友做伙，结果有的朋友中间开始伊的社会阶级改变啊，就渐渐关系会疏远，亲情袂。其实上帝的疼搁较袂，上帝的疼就是安尼的安全，会完全。只有疼，尤其是对伫上帝内的疼。才会当互一个人愿意为着别人的利益，愿意为着
别人也会当白白领受着疼。愿意咱别人会好，甚至咱牺牲咱家己，这拢是因为疼，互咱愿意安尼做。所以，咱基督徒的疼，应该爱反映出即款上帝永远袂改变、无条件的疼。这就是保罗一直迄强调咱伫教会也安尼常常迄强调的，就是无啥物。这世间无任何的代志、任何的物件、任何的人，会当互上帝的疼甲咱来隔离。上帝的疼就是咱家庭关系、咱的友情、咱的人际关系的基础。就是这个图真水啦吼。过来讲着服从，以弗所书6章1节中间，使徒保罗教导咱基督徒，尤其是咱做人事事、做人行义查某囝的，6章1节讲做行义的。恁踮伫主着顺趁恁的父母，因为这是应该的。伫遮保罗用另外一个希腊文、希腊的字，顺从 （hypocrite）， 讲的是一个人对伫权威的态度。这个权威包括道德、伦理、法律。但是，咱爱知影，伫家庭生活的中间，这不只是对囝儿查某囝的要求，毋是干那是对做事事的要求。咱思考着，咱做父母的，也是咱做人长辈的，咱期待咱的囝儿查某囝，咱的事事顺从，听趁咱。但是，咱伫即句伫主来服从，伫主来顺服即件事顶面，咱敢有照安尼来做？咱爱别人顺从咱爱别人顺从即个规矩。权威、规矩，咱家己咧，咱敢是教别人爱安尼做，咱家己煞做倒饼的。咱看到上下课的时段，你去学校的头前，有偌济家长载囡仔来上下课，但是咧横冲直撞。这老师家己每一工载囡仔上下课，安尼这嘛是爱真注意着吼。这是讲老师家己啦吼，毋是讲你，是讲老师家己。过来有一寡家长要求囝儿爱听话，但是家己咧，家己对待家己的父母，敢有听话？咱若安尼讲一套做一套，讲就绝对无可能会当互咱的事事，咱的囝儿查某囝愿意听咱。所以，以弗所书6章1节，毋是讲干那做事，做人事事的，其实咱爱想的是即个态度。当然，咱即马的世俗功利主义，
社会上所看重的，往往是结果，无重视过程。这递到咱的社会中间，所谓的奉公守法，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奉公守法，所以真侪公务机关拢有即句话嘛，奉公守法的先被告，奉公守法的都被告，即马公理社会、公理主义影响的即个社会。真正奉公守法的人，往往互人看做戆人。但是讲到咱的人际关系，讲到咱的家庭，讲到咱的朋友，其实一个关系要久久长长，即个伦理道德，就是互咱会当即个关系。真正会当久久长长，袂因为时间的关系所受到损害的一个重要的物件——伦理道德。过来就讲到权力，使徒保罗也有提醒咱，就是伫人际关系的中间，伫家庭的中间，即个权力。所以保罗勉励咱，第4节安怎讲？做老爸的恁毋通激囝儿的受气，独独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。这不只是讲到做老爸，我想做人长辈的，这拢真重要，这拢真重要。莫激囝儿受气，这是互所有做人长辈的人，尤其是做人长辈的基督徒，咱运用咱的权威的时阵，咱爱有智慧，因为权力亲像食毒共款。会互人上瘾，一个互人讲到烂的话叫做江阿腾江阿腾所讲的权力，互人朽烂，绝对的权力，互人绝对的腐败，权力互人腐败，绝对的权力互人绝对的腐败。但是人的天性就是望有搁较侪的权力，这致到互人常常将即个权柄、权力来误用，所变做是误用来控制别人。那真正人际关系变成一个控制，安尼咱无办法反映出咱生命中间的即个咱生命的救主，咱无办法伫人际关系中间反映出上帝的疼伫咱中间，因为上帝是疼，上帝是爱咱成长，毋是爱咱每一个人就亲像布地喜翁仔共款，互伊来控制，毋是，伊是爱咱伫生命的中间爱成长，爱咱日日更新，毋是爱控制咱，互伊控制，亲像布地喜翁仔。咱看上帝安怎引带以色列百姓，咱就知影上帝爱咱得到成长。但是讲到即个权力袂当误用，咱爱知影咱对待咱的囝儿，对待咱的世世，咱的后辈，甚至对待咱的另外一半，也是咱亲密的朋友，真可怕的代志，就是哪亲密的关系，咱哪知影怎样
引起对方的情绪反应，引起对方的情绪反应。因为咱伤过熟啊，咱知影我若安尼做，伊一定足受气。咱知影咱若安尼做，伊一定足伤心。结果咧，咱故意互对方有即个情绪的反应。为什么要安尼？真有可能就变成控制别人的情绪。咱讲情绪勒索就是安尼，情绪勒索就是安尼。尤其哪亲密的关系，哪有可能关系变成安尼？因为你拢知影，我讲即句话，我老母会足伤心，我为着要引起伊伤心。所以我知影，我讲即句话，我故意着安尼做，互伊伤心。我知影，我安尼做，阮翁会气噗噗，我着故意安尼做，互伊气噗噗。我知影，我安尼做，阮哥着会生气，所以咧，我着故意安尼做。其实，这拢是变做一款控制，控制别人的情绪。控制别人的情绪，表示我有即个权力，我有较侪的权，我是占优势。这就是亲密关系中间的权力误用。这是咱爱真细致的、真细致的。咱用即个观念来看，保罗说：“莫激囝儿受气。”就是安尼。恁毋通激囝儿的受气，这就是教咱伫关系的中间，咱莫想讲为着掌握关系的主导权，所以你着去控制别人的情绪，想讲安尼关系会搁较好，无啦，到伫后来。你上亲密的人煞比你上远，这就是现代社会为什么变成一个孤单，是一个传染病的社会。孤单，咱的社会孤单是一个真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。毋是讲独居者较是就是孤单，无有的独居者是生活是足丰富充实的。每一天都有很多充实的生活，但是有的人住伫大家庭的中间，伊也感觉真孤单。但是咱就爱思考，咱伫关系的中间，安怎来使用咱的权力，做爸母的，做老爸的，恁毋通激囝儿受气。独独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，这就是讲咱其实教的内容其实是真重要。咱敢是用上帝的道义来教，也是讲咱敢若做到激别人的受气，煞变成即个运用遮个亲密关系中间的即个互动中间，引起别人的情绪反应，然后咧，其实咱只是想要摕到关系中间的主导权，但是对伫关系一点帮助拢无。这就是这最近这10档20档讲到情绪勒索的可怕。情绪勒索的可怕，情绪勒索是一个真无好的一项代志，但是却常常发生伫亲密的关系、家庭的中间，也是甲你直接即个上关系上亲密，你的上司、你的部下、你的同事、你做伙工作的同事，也是兄弟姊妹的中间。也是伫亲密的朋友中间，这常常发生的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咱对待咱伫家庭的中间，咱甲咱的好朋友的中间，咱爱知影，咱遮的关系毋是理所当然的。咱甲别人的关系绝对毋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咱爱经营的。咱爱用上帝的话，成做咱经营重要的撇步。咱爱用上帝的道理，成做咱经营的即个关系的内容。使徒保罗提醒咱，爱认真投资伫咱的家庭、伫咱的人际关系顶面，互咱的性命会因为咱四周围的人，因为咱来得到福气，互咱的性命搁较有意义。所以愿咱拢会当无险代志真细项，无险咱会当做的，是别人看做无重要，但是咱愿意用上帝的疼，咱彼此相疼，咱也用上帝的疼付出疼心的行动，咱彼此相服侍，彼此相照顾，相扶持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大权能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透过使徒保罗，阮知影，阮活地就是爱彼此来服侍，彼此来服务，因为你疼阮，你的疼就是安尼。你为着阮会当得到成长，为着阮会当哪来哪坚固，你完全来对阮来付出，你也引带阮、看顾阮、照顾阮，毋是为着你家己，你是为着阮会当伫你的疼的中间，愿日日更新，愿也会当因为甲主你亲密相行，愿的性命搁较有意义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用主你疼的眼光来看阮的四周围，看到别人的需要。也看到阮会当做甚物，愿主你互阮，也无因为暂时阮面对着困难、阻挡，甚至有时阵阮所做的无拄拄，互别人通理解，阮就无搁行出疼心的行动。因为阮知，你就是爱阮彼此相疼，来见证你的疼。你也爱阮学习你疼的款式。阮关心着阮四周围发生的事，关心着阮的社会，关心着阮的国家，关心着世界各所在需要关心的人。求主你也互阮有智慧，通做出下你旨意的行动。阮所做的一切，也会当互主你圣神引带。主啊，愿主你看顾阮所做的一切，也愿主你赐福伫阮的家庭、阮的人际关系、阮四周围的人的中间，互你的疼大大显明。主啊，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咱感谢牧师通过主的话，互咱真好的勉励。应答上帝话，咱甲来吟圣诗510首。阮群做工，无嫌劳苦，欢喜来做天父工程。这是我主所行的路，路步应该缀出来行。圣诗510首，咱起立，三个来吟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咱请民兵指示甲义务用指示来随献。现在大家平安。咱来先开咱的报告，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，3月4日礼拜2早起11点，7星中会北3区要伫咱本会礼拜堂召开3月份的小区会议。第二，最近流行性的感冒疫情有较严重，咱呼吁咱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。建议有感冒的
也是顶过咯较歹的兄弟伫聚会的时阵来带喙烟。第三，咱礼拜五的暗时早经，咱要采用每周的新眼光，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。第四，有要安排家庭礼拜，兄弟姊妹，请咱来牧师来讲，依次来安排。第五，后礼拜的主日题目经文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，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，圣光队练唱是早起8点45。拜五咱暗时7点半有早间祈祷会，咱每个月有一摆拜六早起10点有插会班。早间后礼拜早间，甲着咱顶礼拜奉献出席，咱家己来看，若毋对，咱用过节来见证。圣光的事奉，咱今仔日的交代是有来兄甲小兄弟，插花是秋妹执事，清扫是秋妹执事。后礼拜咱讲道是叶牧师，书会是秋妹执事，书琴是牧师娘，领唱是舞踊执事，书弦是玉洁执事，舞踊执事，交代是文龙兄、贤忠兄，插花是插花班，清扫是素琴社。咱来看咱即礼拜的金句，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，预备来。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，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侍服。以弗所书5章21节。好来，咱即是有按这地，第三甲用讲座来互相请安，来，平安，平安。咱顶礼拜，嘛无顶礼拜，咱当然，咱伫所长路府上举行家庭礼拜。伫迄个礼拜中间，咱看到真侪代志，当显现着咱今仔日牧师所讲的题目。最重要的就爱听某囝。咱伫遐看到，咱帮师兄春英节。还有我们卢长老夫人，他们的因的脚骨小啊受伤吼，因安尼行伫墙后壁安尼，哦，两个做丈夫的拢伫遐咧照顾着迄物件吼，你看咧，我们有听吼，我们就听到你会行着哩吼。咱做某囝嘛都爱听丈夫，咱看到志杰无来安尼，玉洁安尼专工，都要搁包蚵仔面线等去食。咱真讲，哦对，安尼秋妹无来，安尼贤忠兄拢安尼细心。这个真济啦吼咱会看到咱得到安尼安尼小姑姐甲张老娘安尼，哦，这热心的招待安尼吼，安尼蚵仔面线吼，哦，那真的是一级棒的吼，无小中珠安尼吼，然后佫有粥啊，佫有啥物曲奇饼。佫有啥物千层派，佫有토마토，佫有粥啊，真的是，因是一个好诶家庭诶模范，哦，最重嘛是伊嘛是安尼真好，来表现着安尼疼囝儿吼，安尼真好，规个厝壁啊足舒适啊，这表示咱所长路安尼用甲足好势，小宝做安尼流甲足清气，这是真好诶一个表现吼。只系咱看到今仔日牧师互咱足好诶勉励，只有看到一个，又讲咱都要服侍，照顾着咱四周围至微细，只我嘛有迄个感动吼。真有我可能年纪侪啊吼，嘛毋是讲，真我若看到迄比较弱势的，比如说咱若伫迄个捷运那一上迄个洗手间，拢会看到一寡清洁人员。年纪足老诶吼，伫遐咧洗，咧拼呢，就会偷偷的安尼，趁啊无人诶时阵摕50箍啊是安尼，就是铜币啦。因为我想讲，咱伫国外咧伫国外上个洗手间都要欧元啊，是啊，转来咱国内
颠倒咱煞无即个行动吼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咱会当伫即个安尼伊接受的时阵，咱即个互动的时间，咱看到伊也咱感谢安尼吼，啊，这种安尼无比那种形容不出的一个，虽然是小小的，啊嘛是感觉咱真好咯吼，一个真好。啊，过来就是最后投资伫迄个家庭甲朋友关系，最后一句话，要使我们四周围的咱四周围的人，会当因为你来得到福气，得到喜乐，这嘛是我一个人生的目标。因为我，所以讲吼，若有电话来要来招我吼，几乎都没有拒绝啦。吼啊无，因为我感觉很多人就是我因为咱会当互边仔人得到欢喜快乐，会当得到侪吼，我感觉这是咱会当互相勉励啦吼，我是感觉咱会当互相勉励，也真感谢主。好，来咱来吟咱所要变的诗，圣诗395，咱起立三个来吟。咱就爱伫基督的厅内面，彼此相服侍，彼此相照顾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互咱上重要新的诫命，用安尼互众人知影，咱是主耶稣的学生，也互咱因为安尼，互众人看到上帝的厅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的眼光变照恁，让慈悲款待恁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